有次序是最佳方法。我刷刷刷，你又刷刷刷，愛護牙齒早晚刷。我刷刷刷，你又刷刷刷，從此養成好習慣。上下排要分開刷，由一邊刷向另一邊，兩隻牙齒一起刷，清潔牙齒最好方法。我刷刷刷，你又刷刷刷，愛護牙齒早晚刷。我刷刷刷，你又刷刷刷，從此養成好習慣。牙齒早晚刷，我刷刷刷，你又刷刷刷，從此養成好習慣。外側面你要輕輕刷，內側面也要輕輕刷，最着面記住輕輕刷，有次序是最佳方法。我刷刷刷，你又刷刷刷，愛護牙齒早晚刷。我刷刷刷，你又刷刷刷，從此養成好習慣。上下排要分開刷，由一邊刷向另一邊，兩隻牙齒一起刷，清潔牙齒最好方法。我刷刷刷，你又刷刷刷，愛護牙齒早晚刷。我刷刷刷，你又刷刷刷，從此養成好。講一次先，佢叫做乜嘢咧？佢叫做係咪係啦，2毫子。2毫子？係啦，原來呢個牙刷頭咧個大細就好似個2毫子咁大，咁就適合你哋嘅咯。點樣做？講一次。每朝